西藏文法典研究。八转身 Nam Ye Gie。七罗身 La Lei Ge La Duen Duen。30颂 Sum Juba。简就以给就南雷，扛敏塔那就巴内，有时候家中，任何民边说，提拉阿里尼巴杰了，扛敏塔那给巴内，与比拼乌音，任何民边罗，提拉尼巴乌阳杰了，扛敏塔那松巴内，比拼乌亦可，任何民边陀，提拉阿里尼巴加了，西巴古巴每江地，与比拼乌音，那罗本身句，雷躺切躺登内躺，提尼切格拉扎引，夜位衣食处，为比是罗身。第二转身，夜格 Nam Ye Nipa 雷属恰位闸，恰位是扛阳容瓦啦，恰瓦即是且把且把 C 瓦敦北 tik， 标示动作或行为所及的对象或地点。例句 Berje 于玉属界，生于魏地。Lobja Rushuk 入学校。以 Gir 讲学文字。Kebe 垂土去入列学者。斗玉张松那 Chak 名闻山区。他们借拉 Pentok 利益一切。于扛拉恰瓦扛西且被切，雷唐恰瓦我即北屯间土角瓦尼铁逆借卡，为比同体格，标示动作进行时，宾语与动作的体性为一。例句 Berje 大度尊常精进，却属 Chup 成就法， Rabdu Den 极为真实，为土 Cir 闪耀光芒。